一個嘅隊伍咧，都係近呢4-5年咧，就開始有參加呢一個澳門嘅龍舟賽噶啦啊！好啦，航道咧1號澳門美高梅，2號澳門金沙，3號咧金沙中國，呢3支咧都係博企嘅龍舟隊嚟嘅。4號咧就榮記豆腐麵食，5號咧就浩天龍的心啊！咁啊5支隊伍角逐啦。咁啊呢一場嘅公開組嘅第5場嘅第5組嘅賽事啦。咁啊睇嚟1、2、3咧一定有一番惡鬥噶啦，呢3支隊伍。好啦，咁啊介紹完航道之後呢，即將就會係開始呢場嘅比賽，亦都係屬於第5組嘅賽事。公開組標準龍，咁啊500米嘅賽事啦，初賽第5組。咁啊5支嘅隊伍爭奪呢係一個嘅直接出線位置啊。咁啊金沙2支嘅隊伍呢，咁都係被編喺同一組啊，第3同第4航道。好啦，咁啊第1航道咧就係澳門美高梅啊，咁啊一開始嘅時候咧見到佢個形勢唔錯喎，咁啊起步咧亦都係非常之快。咁啊第3航道嘅金沙中國咧同樣咧有唔錯嘅呢個實力啦。浩天龍的心咁啊亦都上埋嚟啦，3強鼎立。我睇下呢3支嘅龍舟隊咧邊一隊能夠係攞到一個出線嘅席位，咁啊反而咧澳門金沙咧稍稍係落後咗啊。咁啊而家見到咧帶頭嘅係美高梅啊，澳門美高梅。咁啊領先緊第3航道嘅呢個金沙中國咧有少少嘅呢個優勢啊，咁啊再之後咧有浩天龍的心，咁啊榮記豆腐麵食咧就係褪咗去後邊噶啦，咁啊喺後邊咧就係遠觀，咁啊因為都知道咧要攞頭名嘅資格咧其實係好難㗎，咁所以咧就係試一試，咁啊當係一個熱身，咁啊等緊復賽嘅時候咧先至係盡全力啦。咁啊澳門美高梅喺呢度過咗300米依然係帶緊頭㗎，咁啊比第2位嘅呢個金沙中國咧有半條龍嘅呢個領先優勢。後邊嘅澳門金沙原來咧就係一路咬住第3嘅位置啊，喺呢個時候咧就係超翻前啦，咁啊超前咗咧就係浩天龍的心。咁睇下而家喺最後嘅階段可唔可以咧就係過翻自己嘅一個同集團嘅隊友啊？係啦，咁啊真係1、2、3啦，呢3條龍咧都係比較快一啲嘅。咁啊，金沙中國咧，而家就係排呢個第2位啦。不過佢哋上唔到第1之餘咧，仲要俾後邊嘅澳門金沙咧係亦步亦趨啊，一路追緊上嚟。咁啊，反而5號嘅浩天龍的心咧，已經係越嚟越後噶啦。嗱，雖然我哋喺個鏡頭裏邊咧、畫面裏邊咧，仍然見到佢啦。咁但係喺個視覺上面嘅效果嚟嘅啫。咁啊，一去到拉翻一條直線咧，其實佢個距離咧都被甩得幾遠下嘅。係啦，最後100米啦。咁睇嚟咧，澳門美高梅咧喺呢一組咧就係可以贏噶啦，問題就係贏幾多嘅啫嚇。好啦，1號，咁啊3號啊呢一個嘅金沙中國，1號贏咗啦。咁啊澳門美高梅，咁啊仲有金沙中國，第3位嘅咧就係澳門金沙。咁啊第4位咧就係澳門嘅另一支隊伍啊，浩天龍的心。咁啊榮記豆腐麵食咧，而家就係好有體育精神啦，一步一步咧就係跑翻去終點啊！咁啊當係一個熱身啦，吸取經驗啦。咁啊今日咁好天咧，亦都係一個鍛鍊身體嘅好機會啊！好，咁啊最後咧獲得呢個小組嘅第5。美高梅嘅啦啦隊啊，當然開心啦啊！梗係啦，攞到小組嘅第1啊嘛。咁啊再睇翻咧，其實贏得都叫做比較輕鬆嘅，有接近1條龍嘅呢個領先優勢啦。咁啊隔離咧就係金沙中國第2名，第3名咧就係澳門金沙。